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忙，欢迎收看《福起來》係阿明哥劉浩明。今日福起來有請到伊哋改定真嘅後生人，而呢過年前嘅時節，都係做我哋嘅舞蹈教育，同時已經做咗有7年了，但是更加讓他們23歲。可是我想想講，以年前安強嘅時節，他個人話喺外面吵來吵去嘅時節，一路已經到我哋偏鄉嘅地方去教我哋幾多生人呢去做舞蹈嘅教育。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袁姨來到現場，袁姨好。哦，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美濃龍都嘅劉袁姨。袁姨，你這個係龍都國小嘛？嗬，係我係龍都國小。龍都國小其實算是一個教客家講嘅最好嘅一個學校嘛？嗬。係。萬世來講嘅話，客家對人來講係一個最重要嘅語言。係。做乜嚟講？因為從細到大就睇嘅龍都，生活到大嘅環境啊、學校、先生、朋友。陸家人都聽講客話，所以自然就聽客莊生活到大，所以講客話對我來講係挺簡單的事情嘛。每天都沉浸在這裡面，所以就會覺得很自然而然，課語對我來說就非常的重要。回到今日嘅主題，就講跳舞一件事情，因為其實我哋一開始就有講到講，16歲就開始嚟教，算是跳舞嘅教育。好，我哋回到最原始，當初都會想我去學跳舞。哦，當初在親細嘅時節，差唔多3、4歲嘅時節一出生，然後媽媽就看到我，24年咧，用改口圖簽唔下來，坐唔下來，然後我媽媽就想到，好，用安尼話就送我去學跳舞，安尼漸漸地、慢慢地更好，好多變成自家嘅東西，歸家己跳舞一件事情。不管是貼學校啊、圖書參與社團，還是自家貼從事跳舞一件事情。其實貼腦背圖書嘅時間，壓力大，跳舞對我來講，係真具有自信，嘛係可以變成我自家嘅專長嘅一件事情。因為跳舞可以幫我自家增加自信心，所以漸漸地跳舞就變成我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東西。萬歲，你媽媽以前講嘅聲音都跳上電腦啊，講住你跳舞時候呢，反正唔係跳上去，講住你跳舞。可是萬歲學舞嘅時間有特別好嘅嗰種舞種嘛，譬如我有啲人學民族舞啦、民族舞啦，有人學芭蕾啦，冇嘛，咁係點咯？我自家從細到大就從幼兒律動開始學，然後接下來提結小到結中嘅時節，慢慢地學較會時節，就跳到芭蕾，還有民俗舞，還有現代就是現代舞，還有熱舞，就是漸漸地從一種舞蹈變成幾多種，但係到後背我自家本身提嘅兩度種生活到大，所以生活當中幾多客語相關嘅事物，那就同民俗舞一個舞種，就是結合客家舞蹈，然後變成自己喜歡的東西，這樣，所以一下都提做客家語文嘅一部分。都慢慢地都結合到自家最好嘅客家文化。咁一般來講嘅話，我哋都雖然講係跳舞啦嚇，但是嘛會想到講，係唔係可以讀嗰種算是舞蹈相關嘅一啲課呢？喺兩樣原都係行。說來話長，就因為我自家本身就提結小、兩度結小、兩度結中，都是讀普通，就所謂的普通科，沒有所謂去讀舞蹈班這件事情。那跳舞這件事情，只是家人陸家人本身就想來培養我的專長。但不是把這個當作工作，然後就慢慢的、漸漸的，就是培養這個舞蹈興趣專長，沒有想要走舞蹈科方面。那陸家家人，我媽媽就提喺醫院工作，伊提做麻醉師，那就想到同媽媽共用先共用嘅工作，那就讀護理。讀護理，然後接下來大學嘛係讀護理相關嘅行業，然後一下讀到研究所，個時態學文所，因為這中間的轉折點
就会想说，自己本身就对客家舞蹈这个非常有兴趣，然后就后来从护理跳到客家文化这一块。因为佢特别你讲，你因为头头有讲咯讲啊，因为也算是一种兴趣哈，一种额外的转爽啦哈。嗰时读书还是算是普通课，安尼一路上去马托的太好哈，马托的研究所。可是后来你开始做舞蹈教育，而且16岁时就开始做。做嘛，我哋按人强嘅时候就开始做嘛。講到呀，就會非常感謝學校嘅主任，還有沙期就前輩們，貴人貴人就讀到伊們看上啊，就各種畢業之後就也本身喺學校就有參加過學校嘅舞蹈社團等等，那各種畢業之後就到太學嘛，那太學就想。有一次有一個機會，有一個機會呢，學校嘅主任就打電話問到願意，願意我不歸來學校來教跳舞嘛，都好有呀機會，他就上來上去，好啊，就歸到學校帶社團嘅方式，一開始嘅初衷就想到唱唱，但係聽數聽聽，冇上按到。就有點沒像一試成主顧的概念，就聽數可能一個禮拜教1小時、2小時，就按你聽數學校各種小朋友帶社團的性質，對，然後就感謝主任按你大幫，然後就這樣一帶就變成聽來就變成固定的課上，然後到一下成立一個舞蹈團，但係提學校教後就沙期係理事長古婆，就嗌自己古婆，然後。嘛講，那安尼哈，學校有教，那沙期嘛，聽數教好冇？安尼偏漸漸來就2度鐘，學校同沙期都強下教。但是問題係講，有的問題是嚟講，我跳舞佢有興趣，但是我冇興趣教人，因為有的人唔見得會教人哦，即個可能即個佢會跳吼，佢會學，但是看到教人一件事情，有的人沒有安尼嘅天分。佢其實佢是教人的時間，唔會因為講教人一件事情係咪嘛過有興趣的事情。有我對一方面去講有一個熱忱在，對。其實，在國小的時候，給小嘅時間，每一次國小都可能會辦成果展，提嘅不管是上學期還是下學期，有畢業典禮和運動會、校慶等等。那欣賞就愛去個，有點像班導師那一種欣賞，就講，那有一個表演，有同學愛參加冇，那就去個去報名。報名嘅時候就想到，去個去跳冇幾神奇，想到幾多年，好像較好教，那就自己就是找同學，去甲班上的同學。那一次之後，就非常感謝那位班導師，就開啟了教學這個之路。因為搞嚟就一路就從一學期1個學期，然後就發現自己對教學這一塊非常有興趣跟熱忱在，自己應該都很沉浸式在教學這一塊。你有耐心啦，係遇到人看到個都見狗都唔會發火。唔會，讓他去搞對搞你那件事情非常的有耐心，然後。我覺得看到他們小朋友成長，還有教人這個當中這個過程，從不會到會這件事情，我覺得慢慢看着一個人的成長跟改變，對我自己而言，那是一個非常有自信心的事情。你幾好啦，但是因為頭先嘛有講到講，因為其實你講啦，如果人希望講帶人去學跳舞一件事情，希望講培養另外一個專長嘛哈，但是讀書一件事情冇變係的哈，嗰時候你可能還是讀個去輔助，還是讀個太好。佢喺過嚟搞跳舞，假年有冇佢一件事情？假年哦，自從之前就可以支持愛做一件事情，因為如果冇支持嘅話，伊就唔會本來繼續搞嘛，繼續做一件事情。其實假年就會想，一開始提學校圖書係輕嘅方面，輕，那跳舞咧係同嘅方面，假年希望栽培我。動靜皆宜，圖書嘛，我那教啊或跳舞啊、運動啊嘛，我培養自家有另外一個專長，所以就按你漸漸的
就批得爱安尼喊够了，就不管以前上才艺课。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一个礼拜有5日要去學校圖書嘛，6日假日嘅時間就有7日嘅時間，但7日嘅時間假日就會排幾多才藝課本來送，嘿，就冇支持，幾支持來做也全部嘅事情。問題係，這個唔想我講，阿媽冇練起我出去了。冇誒，這個就是青蒿筒，真是青蒿筒。所以這個表佢買筒啊。嘿，但是如唔好聽外面走來走去錯嘅。我感覺講跳舞本來帶來最貴大嘅自信心，上台表演、上台講話嘅時間，我本來去搞好多幾多東西。嘿。可是跳舞一件事情，唔單止講表演的幾好，跳上啲那個原意可以因為跳舞去尋到伊啲可以發通嘅目標，同時跳舞一件事情嘛改變咧，後來原意也為人生的路。休息下我看到節目，我哋埋嗰度好精彩故事。歡迎過來福喜來嘅，上一個節目來自我哋美濃嘅劉元義來到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伊當乜嘅愛學跳舞一件事情。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到講，其實學跳舞一件事情，其實本幾多嘅信息。哈，同時嘛，你知道因為講喺跳舞底部嘛學到幾多嘅事情，但是你頭先有嘛講到講，一開始嘅時間是教新人跳舞嘛，哈，啊後來你有咩古婆，沙琪嘅理事長，一向伊教太人嘅跳舞，問題係教新人嘅跳舞同教太人嘅跳舞冇共樣啊，係，唔知係咪同你分享講，教新人嘅跳舞。其實注重起碼嘅同時講，按用去帶人跳舞，有些聲音咧，佢啞，你冇論唔彈夠，應該講佢快樂啦，走慢用走上走下啦。啊，同時教太人曬跳舞，伊有冇冇強嘅地方？哦，教新年嘅地方，結笑啊、結鐘啊，都算新年嘅。那新年就該天真，該得人想，一教馬上就會。但係上課嘅時間可能專注度可能冇辦法該長嘅時間，因為伊就跳舞一種東西就係同嘛，同來同去本身提小朋友嘅。接受程度上，伊就較 OK， 較介意，就冇像讀書用的一天要做題嘅。但係跳舞這種東西，我一開始我想到第8去高考嘅時間，就同大家小朋友講，哦，小朋友，我哋今年要來上跳舞課哦，伊哋就歸歡喜，就很好動，但係就順着他們開心的節奏。那我們就教跳舞的同時，感覺就會設計一些他們比較喜歡的東西，或結合一些時事。要我感覺個客家文化傳承，就是這個部分要怎麼去結合時事，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那在小朋友他們的接受程度上，會不會就會感覺講，也係個 Q 的東西，給老人家將提給教的東西和好的東西。新年嚟就會按嚟想，那就會想講，按嚟做先生嘅就會想講，運用誒講本伊嚟談，讓他們能夠理解，然後去接受。這個是在愛教書、教跳舞嘅一路以來面對最重要的問題跟課題。那一開始，我哋就用教嘅方式，上課可能40分鐘，我哋就可能10分鐘教，10分鐘講客家文化相關嘅東西，那10分鐘來教跳舞，兩個東西結合起來，就變成一個客家文化舞蹈的一個課程。對，那新年嚟就按呢，那太年嚟發，太年本身就我用嚟講太年就會不是注重在於學習，他只是希望身體有動，然後有
有通到有运动到，安尼就好诶。那强度就不会像3年安高。那贴太年高的时间，就有一次，还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搞太年的时间，因为过亏嘛就会很累，那没办法，一摆跳就跳3、4分钟，就可能10分钟、20分钟，然后天天来搞一年，那一年有通到，安尼就该欢喜。明白来上课又来上课，屯先生互通到又讲到发，因为一开始我一开始踏入沙期的时间，大家一定会想讲，哦，你会按这么年轻，年轻的老师贴沙期贴搞跳舞，也个年纪的3年不是应该贴学教上课吗？你们贵到沙期来搞跳舞这件事情，就是让长辈们觉得最惊讶的地方，所以也刚好借由这个特点跟特色。然后就让长辈们觉得说，学跳舞这件事情，或跳舞这件事情，单单只是年轻人，其实老人家长辈太年嘛做得好。就是无同样的年龄层吼，伊也要通俗都无同样吼，不是说统统有讲的，譬如讲国秀啦、国中啦，吼，给的会生意的带的东西，一定只是会如果想过，这个舞很老啊，对，他搞文化，这个舞很老，这个音乐很难听啊，哈，对，可是真是要花过多时间去。引导他们，说明讲，也要有的，也要通俗的故事，迄嘛个同客家文化，迄啲演员，迄嘛个吼，因为你了解吼，其实一定都可以去，如果愿意去做啦。但是这对我的太年少来讲，我发现一定都有通道都好啦。有通道就好。迄都是来的沙期，如读安嘢叫下来开讲，读安嘢叫下，看基本上乜嘢有来哟，吼乜嘢。讲讲东讲西啦，然后书局统统啊，按的都可以的哈。其实也只是无毛无相的，只是海外学跳舞的啦。但係有同到，原來就該歡喜嘅，係啊，但是最歡喜的，你想看到個，有啲按人強嘅，細阿妹有學法要講按好，唔教書應該講學法吧？係，嗌教客家文化舞蹈嘅時節就用客家去講，唔錯，係啊，教課。一聽我感覺到哦。按人強要會跳按好，學法要講按好，明白可能佢感覺到佢跳。佢像唔知個按你教學經驗地步呀，因為其實可能16歲開始教嘛，好已經教嘅青年23歲嘅，像教舞呀件事情，本帶來最大嘅成長係乜嘢？本來最大的成長，本來我一開始出來教嘅時間，就我覺得就年輕人吧，那個氣勢，還有教學的那個態度，態度就會本3年剛剛講，就是滿腔熱血，就是熱情還沒有被澆熄的那種感覺。嗰種有啲偶包，有啲偶像人設都講，我本看到講啊，係啲。有演戲嘅人強嘅，也是對舞蹈有熱情的人強嘅。唔管係本身人嚟看到講啊，係一個有熱情的大姐姐。對，所以一開始上課的時候，那個強度就滿腔熱血，什麼都想教，乜嘢都想去搞，一擺搞就會搞輕難，最困難的通走。但係到了現實層面。還係4年呢，就慢慢的、漸漸的學習怎麼樣更有耐心，在教育這一塊去做投入的動作。因為七嘎本身不是師專畢業，那就是在教學這一塊不是這麼有經驗，就才剛出來16歲嘅時間，經驗搞好經驗冇按多，所以就邊搞邊學習，就一邊跟着教學，跟着他們互相學習，就是互相成長這樣子，所以就讓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在教學的經驗跟態度上有很大的一個轉捩點。真是因為一開始啊，哈，如真係真是滿腔熱血以後去搞啦，哈，搞到後來如提講，其實面對無同樣的族群，哈，無同樣的顏色的人，其實也要搞好方法無同樣。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本講嚟講，唔係講這個一天內去講專業嘅教舞會出來嘅。人真的可以搞，因為有的位可能幾多嗰種這種真的幾專業嘅學了出來，而無見得會看上教安尼嘅地方。唔對嘛？因為個哎呀，都東西都太簡單，唔到你喺個幼稚園嘅時上搞都好嘅，我可以嗰種太舞團去搞，
係我等冇搞沙期嘅老人家，因為個老人家同隔壁個阿生搞一搞都可以，伊都可能唔見得話唱有安尼，伊哋熱情去睇偏向去搞一條聲音嘅嘛好，搞一個太陽傘嘛好。如果因為這個人嚟講，唔買對我哋面容量多出來，唔係希望講唔可以對有個地方，甚至對我哋客家文化有一啲連接，冇你講有一啲貢獻嘛，好啦，好，嗰時其實你睇，那麼願意，那麼古一啲安嘅地方去搞生意嘅嘛好，搞太陽傘嘛好，嗰時其實冇安尼想啦，冇安尼，真係冇每啲人有一啲每啲人自家味覺睇啊，睇下味覺你可以發現自家最大嘅能力，你可以把人熱情去感染到幾多人嘅話，其實我認為係最重要一件事情。但是像你自家來講法，像有條生意感覺幾煩咯。我費事冇人嚟講，鬼煩鬼慢皮咯，因為點樣講啊？媽媽講唔談搞啦，可能都真係蠻有甜心，佢寫就從這話，有乜個東西可以想一點麼？想你的嘛，就一開始嘅時間，我哋搞跳舞就唔單單只係用講嘅方式，可能會加幾多道具。啊，搞個道具。譬如講，我哋客家文化最重要嘅紙傘，對人來講，可能是一個很新奇的東西。那我們也會去做結合時事，放上他們最家己嘅通物，然後最家己嘅念物。因為一下最家嘅某個東西，我們就會皮卡丘，就會融入課程裡面，對，所以就讓他們變成說，他們可以去接受的東西，那我們就會去做調整。哦，你相對也會覺先去做嗬，冇去讓伊拗，冇讓伊猶豫，冇你講讓去做嘛事情。就唔單單像跳舞聽，就會講可以用高嘅方式，還有誘導他們，就譬如講道具啊，除了紙傘之外，還有飄傘。那其實小朋友4年他們對於這些東西會很感興趣，因為亞種東西平常喺生活當中沒有接收到這些東西，也碰不到。那當這些新的東西來的時候，他們自然而然就會想要去接觸這些東西，也會覺得這東西對他來說很新奇，所以他就順利年，然後安尼搞一年，那漸漸呢。每禮拜上課一擺學一種新的東西，一禮拜學一個新的東西，跟住變習慣嘅時候，伊呢就會夾意夾雜客家舞蹈。咁從呢度家長咯，家長有同反映到講，而家新人咧學跳舞以後有乜個轉變冇？學跳舞之後啊，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東西，就是有幾位小朋友，男生哦，4年哦，男生，然後跳舞一開始第一個直覺就會想，細模嘢，男生應該冇乜嘅會來跳舞長錯，就那時候舞蹈團報名一開始下去嘅時間，有男生加入，那一開始就想到好，那按呢男生加入，那我哋欣賞會做乜嘅改變，好，那一開始因為冇乜。因為喺上下家長就愛上班啊，4年嚟就冇嚟學習，那4年就會跳到學校，那學校有社團，就都好可以幫佢哋學習東西，那剛好有點像消磨時間這樣，那另外也可以讓他們學習新的事物，第二專長，那借由這件事情，那他們就來到學校，那一開始冇改分氣。冇乜教練，就按樣嚟講啊，喺人來上課就好啊，來上課，但係冇自家主動，不是那種主動的心情改分去來上課，然後就漸漸的從不開心，然後到不願意，然後到一下自家願意來跳舞來參加表演，然後同先生講，我想要學新嘅東西，我想要學新嘅舞蹈，都安尼。肯定人也高上改變程度。嗰時其實針對每一代人的特性啊，你嘅原意，我用無強嘅方法去教佢跳舞。休息下我看到節目，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
分享过来福喜来嘅，算什么来自我哋闽南嘅留言以来，都係现场的分享過伊教學嘅過程。請問一下原因，因為而家你係讀研究所嘛？嚇，係讀喺學校研究所。高師泰。你乜嘅呢啊？客家文化。客家文化研究呢？但是問題係講，即個我想去讀研究所。一開始大學一畢業嘅時節就冇想到我去哪，我想去工作，係繼續讀書，去家較介意繼續讀書，因為有一個機緣，一個機會，先生就講到，其實高雄原本太好貼喺台北讀書，但對我之前是在台北讀書，然後大家就想，怎麼會突然跑回來？因為突然就怎麼跑回來要讀研究所這個部分，那就學校老師學校現場就講過有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可以讀，原因有興趣嘛，然後就上來上去，因為本身自家就提學校有教客家舞蹈呀這個部分，對，然後其實本身就跟客家文化還蠻息息相關的，那就想說，那有客家文化研究所，如果不急着想要去工作的話，那其實讀研究所其實也不錯。那就真的馬上就回去屯去家人就講，阿妹嗌想去讀研究所可以冇？他就好啊，可以讀啊，冇關係。然後就借由這個機會，然後就去讀研究所。但是讀研究所一件事情，就可能講跳舞教學一件事情係無共樣嘅喲。因為研究所有啲佢睇重點，如果講唔一定講研究嘅對象係乜嘅？譬如講唔可能入邊重點可能係用嘅把客家文化變咗舞蹈地位嘛，但是如果佢係要求研究方法係乜嘅？入邊研究嘅對象係乜嘢？入邊重視咩項目？如果佢讀嗰種學識嘅東西，可以先去學習啦。而家呢度研究吧？一年期，他要慢啲學，用嚟去做研究啊，質性研究、量化研究嘅部分，有咁多都寫論文一件事情，有開始寫冇？冇，還蠻開始。唔知開始寫，但是就一時中央都冇得做，都還蠻開始正式作業。都能夠好，因為你都開始講開始寫論文嘅時候，寫論啊，那個小論啊，寫論文嘅時候，你發現到講，同人哋以前做人哋講，學術嘅研究冇到強，因為其實論文一件事情係幾嚴謹嘅，好對樣嘅想法，萬人支持人嘅理論，又講到用嘅一啲學法嘛，然後可以支持人嘅東西，嗰種唔怕啦，反正人家都研究，天天來，冇天天來。咁即係想到講客家跳客家文化，我講客家舞蹈嚟講嘅話，我用係變成一啲研究所論文冇，有想過一件事情冇？有嗌。自家目前係上過客家語文嘅部分，就同客家同舞蹈結合在一起，就變成我自家想寫嘅方向。但是舞蹈客家樣，一兩個樣嘅找出交集。我哋跳舞嘅時節其實就像我一下身上一下藍山，還有我哋用嘅道具，像立馬、獨立立馬，還有米胎。然後還有自在、紙傘呀種東西都其實喺客家文化裡面佔係最重要嘅部分。那像我哋跳舞嘅時節，我有音樂嘛，音樂嘛係客家音樂，下去編曲，下去跳，所以呀種東西，客家舞蹈呀種東西，它的四周圍都圍繞着客家文化，對。可是可能講舞蹈呀部分不一定要專門。係屬於客家嘅動作，但是而家嘅音樂、以用嘅道具、以用嘅工具來講嘅話，其實都可以表現出，也其實也跳嘅都係一啲客家舞蹈。係，因為也從一下其實嘛有幾多專門客家文化嘅故事，我哋嘛會用現代舞的方式，將這些故事編成一些舞蹈，有點像舞劇啊，或者是舞台劇的方式去做呈現。係啊，就可以把它擬物化或擬人化，這些都 OK。嗰時等於如果唔講喺公司講客家嘅，亦都算是客家嘅一個故事嘅。
中人哋一路行過人可能16歲行到見啊7年，嚇7年。7年呢。因為中間有想到講啊，佢橋有想要放棄唔會做嘅有冇？其實從以前從細到大就睇客種生活到大，但就想到之前在學校嘅時節。欣賞，還有這些前輩們都安尼貼天數眼呢。現在自己長大，各種畢業之後有安尼能力，有這些能力，就想講我回饋呀沙飛屯學校。以前你用嘅天數眼呢，就天數眼呢設價，一下人有能力就用誒去回饋沙飛屯學校。其實，這個信念跟核心價值自己都在設價嘅成功，迷你都挺想就圍繞着這個。就是想說，現在長大了之後，有能力去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可以帶點青年去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幹嘛講？喺我人生當中，嘛係其中有一個考試。你看 MBTI 把 E 人呢？比較外向活潑一點點，口舌。真是係咧，吼！一看頭風落嚟，嗰時我就想講，我下一個問題係用問我講，譬如講，你這個一部分，你這個冇感覺到講，我搞完叫嘅，我想去外面看看，冇都講，我真係感覺到冇過橋嘅，冇想要放棄。唔好講放棄，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自己會用另一種方式。其實除了搞舞蹈之外，我自己嘛會嘅國際交流。國際交流這一塊我也有在做，自己對外交這一個部分也非常有興趣。國際交流嗎？其實前年就我有去馬來西亞、越南、日本，然後像今年我們去泰國跟那個組委消費組委，我們一起去客家大會，我哋都會做客家文化交流樣部分。嘿，那就可以帶着客家舞蹈去做傳承宣揚的動作。我覺得對於自己來說，也是換個心境或換個地方。去做同樣有意義的事情。咁像上兩擺去國外嘅擺經驗嚟講話，對你有乜嘅想法？對我自己有乜嘅想法？就想講可以把自己家鄉嘅東西帶俾大家認識，帶俾大家去了解講，其實喺全世界有安尼細細隻地方，嘛有客家文化嘅精神嘅。咁幾時間你帶出去嘅時間，睇下人嘅反應用嘅，因為人譬如一男人啦，而可能是下係個有感對人舞蹈地方真係有感觸到嗰種，即係想要傳達出來嘅一啲事情。我覺得因為我哋多嘅地方都其實華僑或者是客家人士相關等等的人比較多，但是因為自己身處在國外，國外的話就是那個感覺其實還蠻陌生的，但是到了就是那個環境，我們要表演的當下，或者是客家大會的當下，你就會感受到，其實嘛有客家人體嘅，嗰一種很溫暖，就會馬上有一個共鳴，因為客家讓我們大家都團結在一起，同心一條，就不會覺得說雖然身處在國外，但是也感覺到很陌生。唔好講你這個。真相的東西一定唔了解啦，因為其實是都會發言，甚至都會嚇人哈。嗰種其實一定嘛，談嘅時候的那音樂嘛，談嘅時嘛，可能是你這個跳嘅舞底不好說，傳達嘅東西，幾種人的回饋咯，幾種人的一個反應係用。他們就因為看到嘅時候就會想到，這麼年輕的青年呢，因為都國外來去做表演這個動作，我覺得很欣慰，就感覺客家文化傳承這一塊有做到，就不只是老人家老一批給你，也有年輕人在做這一塊，所以當他們看到有這麼多年輕人小朋友在做這一件事情的時候，我覺得從他們的同我哋睇表演嘅時間，可以從佢哋目睭底部看到希望嘅感覺。真是，因為其實我哋也10多年啦，我哋客家 BNP 其實在推廣客家話，甚至客家文化一件事情，其實做過幾多啦。像其實我們後來嘛對於啲先生嗰邊嘛提供，其實像我哋馬來西亞嗰度是印尼嗰度遇到嘅客人，佢哋要傳承客話嘅時間，因為冇文，佢哋因為嗰邊冇教材啊，沒有教材，嗰時佢哋全部都用買台灣的教材去教，因為台灣的教材已經幫我哋咧四海太平洋全部都有教材嘛，然後同時冇共樣嘅階段，比如講初級、中高級、高級，全部都有教材，要我哋講可以談得嚟嘅，要數，等於講係一個完整嘅一個教育嘅工具，一個平台。
原來都同線上嗰邊人哋講，原來嗰度華人，有些客人，哦，伊哋都揾埋我哋一邊嚟教出過去教。但係如果有啲已經做片的嘛，改好嘅伊哋教出，伊哋都喺度發現講，安尼冇想到講，安尼其實當初那喺即個。我希望講喺台灣幫人客家話傳下依啲東西，你冇想到外面咧喺海外嘅行業裏面講，依啲東西做鬼好，變成一定嘛可以用嘅，都像即個跳舞用嘅呀。其實我哋嘛希望講，嘛可以幫人哋喺台灣一塊土地上面幫人哋客家文化加入我哋舞蹈地位。但是對佢哋嚟講，人哋可能真是冇想到講可以結合一種東西。係啊，嗰種我相信伊哋可能也表演都發現到哦，按人強啊什麼嘢，哦，我跳一啲按新嘅舞，好，但是地步又可以看到客家嘅樣咧，真是冇簡單。有乜嘅話，嗰種講見面嘅我哋咧後生人見面可能見面節目嘛，希望講一種咱咧，不一定係教跳舞啦，嚇，可能係教其他藝術作品，而做藝術教育一件事情，有乜嘅建議俾的？我覺得自己的核心價值加深度啲想的東西最重要。因為用嚟講藝術這個東西，它不是一次就可以達成的，需要慢慢的去打造，或者是說慢慢的練習，然後吸取幾多經驗。我用嚟講哦，因為一路走來7年，冇可能10年就可能到成功，我慢慢嚟走，所以提教育一部分，4年係我最重要嘅一部分。就明白高考嘅時間，就像剛才主持人講嘅，突然如果想放棄的時候，當回想起之前在上課的時候、教課的時候，看到小朋友那種感覺，就有支撐下去的理由。我相信看喺今日嘅節目，我相信觀眾朋友會想到講。嗰種愛人喺身邊吼，又願意愛啲按乖生意嘅知識改好，因為伊唔單止講，其實伊會想到講，伊係兩度出來伊啲生意嘅同時，伊嘛希望講，睇伊也為伊啲生活地位可以把我哋客家文化提以專業，學嘢伊啲舞蹈做伊啲結合，同時把一部分去貢獻俾唔單止講幫我哋生意呢，甚至幫我哋體驗啥，嚟把我哋客家文化同我哋客家文化舞蹈一件事情繼續傳下去。今日感謝我哋願意來到現場分享安多安精彩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感謝。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強下運動哦。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到我哋面書、網站，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